寒流来袭，12度低温，一群人守在窑边，窑温要逐渐加温到1320度，要守好几个昼夜。有关里面的陶作品最后的成果。10几个学生在陶艺和茶艺研究都有多年资历。柴烧窑里的气氛，火候控制会有什么样的还原状态？开窑揭晓的时刻，各自有所期待。柴烧落灰色彩丰富，会不会有惊叹号？柴烧它没有上釉，它毛细孔会比较大。经过一些研究过后，就是因为有碳素，所以泡出来的水质会比较甜。现在都做茶具，可是就是会遇到瓶颈，就是会一直思考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遇到困难，我用干啥？遇到挫折怎么办？都也是鼓励啊，这是海陆强多一点鼓励，都一起鼓励。最年轻的黄佩仪还是大学部学生，已经是苗栗新科的陶艺家，打算未来循前辈行列，进入全国唯一的茶陶创意研究所。苗栗新竹这个一带呢，那客家人很多，种茶的也很多，那这附近这个陶艺家也很多。那所以茶跟陶其实在这个地区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。实作课为主，理论课为辅，希望为台湾茶具设计激荡火光。30年资历的陶艺家和资深的茶叶老师，在各自的专业基础里教学相长。要翻边整理，比如说他刚刚在整理底部，那我教他怎么去转换换边。以往都是会欣赏、鉴赏跟使用嘛，但是到底这个在做的制作上的一些工序，真的确要进来之后才知道它的艰难度。我是从台南来的，我是最远的啊。其实每次上课我都蛮期待的。英国、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都以文化美学积极发展茶陶休闲产业，客家乡亲部落人后也积极投入心力。遇到困难，我用干啥？都是鼓励。遇到困难，我用干啥？都是鼓励。谢谢宗宇老师。